好，来继续来讲这个料理米酒，即卖一罐是卖27块，也毋过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，外界是真担心讲未来恐关这个一罐会起破到100块。用米火炒一点姜母鸭，唔那爱加麻油，嘛爱让米酒味才会香。即马米酒嘛将做美国对顶关税谈判重点。美方也关切那个就是酒税的部分，就是蒸馏酒的课税跟那个国内那个料理米酒的税率之间的差。根据即马分酒税法的计算方式，料理酒每公升9块，蒸馏酒是每公升照酒精高度来算，每一度扣2块半。看市面上卖料理米酒，一罐0.6公升，酒精高度19度半。即马归类伫咧料理酒，所以税额是伫咧5块4。不过未来若是改用蒸馏酒计算，就爱照酒精高度升每一度2块半，搁升公升数，税额增加到29.25块。比原本的增加到5倍大。料理米酒若是起价，可能超过1%。专家分析，对美国来讲，希望当用统一标准的税额，为引导酒精类产品提供竞争的优势。如果今天要是同样的是这样，酒精浓度达到这个19%上下的，那如果今天要是它符合了，但它却被归类为就是一般的民生用酒，而非所谓的料理用酒，那至少他会觉得说，我被征收的这样的税率呢，其实相对较高。类比即卖介绍红漂的米酒一罐27，不过其他蒸馏米酒，亲像酒精高度34%的米酒头，介绍来到80块。伫咧美国的关税政策，真侪无确定因素，料理米酒敢会受到影响，大家继续观察。不过，假说讲未来一罐若真正超过100%，民众应该正派接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